結婚擺酒乃係人生大事，好多人會選擇喺酒樓或者酒店，有人就反傳統，選擇喺火鍋店擺結婚酒。近日有網民喺社交平台發文分享早前出席火鍋放題婚宴嘅經歷。佢話最近有人結婚唔係喺酒樓或者酒店擺酒，而係包咗一間火鍋店食火鍋放題。因為好多餐廳晚市平日都冇客，比起酒樓或者酒店平，新人支出會少啲，而且因為係位自助任食，賓客因而食得好開心。網民更加讚呢對情侶非常有創意，選擇唔派餅卡，改派蒸飯換領券，結果冇俾人鬧之餘，仲得到長老同埋親戚嘅讚賞。貼文引發網民熱議，有人想知人情要做幾多，樓主回覆話500蚊。有網民就好奇問係咪唔使再睇成長片段，有人就覺得食火鍋放題 cheap 咗少少。樓主回覆話有和牛食，亦都有人分享自己結婚都係喺酒樓食火鍋。有人認為擺酒地點同埋形式唔重要，最緊要係地方舒適，菜品好食，但係人情一定要做足，以免俾人講足一世。大家又有冇參加過難忘嘅婚宴呢？歡迎留言分享。